亲爱的主上帝，阮多谢你，阮带着感恩欢喜的心来到主你面前，因为主你收拾阮亏命，你收拾阮性命，收拾阮困难，通互阮来敬拜你，来学乐你。主，阮多谢你，也将今日礼拜仰望伫主你面前，主你开阔阮的心，互阮的心以爱仰望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真做阮生命中的快乐甲帮助。主啊，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然后拄着辛苦白疼的人，主即时虽望伊无伫阮的当中，但是主愿恳求你信心，收拾伊快乐，扶持因。互伊伫白疼中无失去对主你来的愿望，主愿多谢你，也愿主你的怜悯刷开伊的痛疼，你的医治因的身躯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主愿多谢你，愿来当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上帝，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就用俄罗入去伊的城，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就兄弟大家平安。接下来要唱新圣诗306首，咱这是第一遍唱，所以咱要唱2遍，去加副歌。新圣诗306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咱请起立来吟。咱犹原徛咧，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伊两个人来受苦，定是伊着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造伊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母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这时要压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赏赐阮生命的神，同时嘛是阮智慧的源头。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日，用较无心来到圣殿要朝见你。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懊恼入你的院，因为阮知徛起伫你厝内的人是遮尔有福气。我们用全心全意来感谢你，来敬拜你，因为阮本是有罪的人，你却是听阮到这个地步，牺牲你的独生圣子耶稣，成做挽回者，互阮有份伫你上帝的国度，
阮本应该伫人的中间做光做盐，来荣光上帝你的名。阮却是该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主啊，阮正人来到你面前，要来悔改认罪。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你的保护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你同坐道，来领受你的杯甲饼，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阮即时嘛要特别为着顶主日的下晡，伫新庄分堂举办1楼改装做礼拜堂的开工感恩礼拜来感谢你。同时嘛要恳求圣神保守，互改建的工程会当顺利来进行。伫10月中会当将1楼礼拜堂装修完成，来奉献予主上帝你。互新的礼拜堂成做富都心的福音的出口，吸引侪人来敬拜主的教会。互基金会甲教会成做一个荣耀神、利益人的好所在。主啊，阮今日所敬听的廖牧师，要透过真言来对阮传讲的信息，是追求智慧。阮知所有的知识甲智慧的源头，拢是伫主上帝里遐。所以，阮有限的人伫真理的面前爱谦卑，伫主上帝里的面前爱敬畏，伫知识甲智慧的面前爱倒空家己，互阮知影安怎做一个诚实、公正、佮正直的人，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引带阮人生的道路。阮的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我你的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天。你的旨意听我，下来你我。像阮下面我阮人，袂得带阮离去，着叫阮发现歹的，因为国、权力、平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亲。阿门。启示文第35篇，伫圣诗后面的第53页，我来刻徽章来印。既然恁喙焦的，就来就近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啥事开费钱买即个袂值得的面呢？恁着来留心听，就会当食即个好面。着趁了花通找时来找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你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嘴所讲出的话，嘛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你的面前出声唱歌。
精辟发声来替草饲。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这接续咱圣歌队要来学了至圣上帝真道。
感谢圣我对用遮水的时歌，带领咱来学了上帝，将一切荣光归予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箴言4章第甲第9节，箴言4章第甲第9节，我要用中文现代中文译本、台语和日本来读。我的囝着听老爸教示，着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毋通放杀我的教导。我捌做阮老爸的细囝，嘛捌做阮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性命。着祈求智慧，祈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第6节，毋通气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依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的来对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荣。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今仔咱本堂所敬听的廖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追求智慧，追求智慧。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愿上帝祝听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咱伫听上帝话，但是咱做伙来祈祷。请主上帝，阮来到你面前，主信心你进入到阮的心，主阮的耳孔、阮的心，要听你的话。愿主你来对阮讲话，愿感谢你。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教会纪念庆祝父亲节的主日吼，所以要祝爸爸们大家父亲节快乐。伫大家的生命中相信咱来回想者吼，就是爸爸捌留互咱啥物款的教示、教导，也是信念，甚至是性命礼仪吼。伫我细汉的时我爸爸捌鼓励阮后盖大汉以后的工课吼，爱会当帮助人的吼。伊安尼的鼓励是伫阮来到教会之前所讲的。所以真奇妙，后来阮所做工课哦，真特别，敢若甲爸爸的期待有淡薄仔连结。其实相信大家对细汉到真吼，伫咱老爸的教示教导之下，有得到真侪爸爸的教导甲鼓励。伫今仔日圣经站内面，箴言记载智慧吼，那亲像比如做一个人吼，伊记载。智慧是一个老爸吼，伊的囝注意听，专心学习，还是一件代志，就是爱追求智慧。那咧智慧是啥物吼？咱若伫网络咧敲找哦，大概真正敲找少侪哦，无任何一个人会当用真绝对的答案来解说智慧到底是啥物吼？这智慧真正真奥妙、真空旷吼，真歹。完全讲吼，但是咱倒来咱的圣经来看，智慧的意思吼，有智慧、有机智、有技巧加聪明，要明白上帝的困难，还佫有就是知上帝的智慧。所以无论是啥物意思，对人来讲，咱每一个人拢知影讲智慧是好的，而且也是真侪人拢想要爱的吼。毋知咱敢有想要爱智慧？伫圣经内面有甲咱讲吼，讲智慧真侪好处。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在内面，就拢有有启示出来吼。头一个的好处就是保护，咱若无去杀智慧会保护咱。当咱若依赖智慧，伊会照顾咱。第二个好处就是智慧会高举咱的，哇，这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哇，智慧会高举咱，所以当咱若依赖智慧、高举智慧就会
反倒转来高估咱，来高升咱。第三个好处就是尊荣。当咱珍惜、疼惜智慧的时阵，智慧会买尊荣咱吼，来荣耀我们。珍惜这个名词，这个词吼，伫原文内面其实伊是怀抱的意思吼，甲智慧揽调调吼。所以相信咱常常甲智慧做伙吼，做代志处事拢用智慧的心来行的时阵，相信一定会得到人的尊重甲荣耀吼，得到人互咱的尊荣吼，甲上帝的祝福。印象伫我细汉的时，捌有一摆就是去买物件，然后头家无细哩就加走我一寡银角啊。迄当时看着讲，哇，哪会遮趣味？去买物件竟然阁会趁着钱安尼。这煞心内想讲，我着走我先煞甲收落来。但是迄当时嘛有接煞出现一种真惊吓的感觉吼，伫我的心内。因为惊讲，哎哟，头家毋知较等会知影讲，会钱敢加互人吼，然后走出来甲我掠无。相时佫想着讲，这是头家无细哩造互我的，毋是我应该得到的。所以我就甲迄头家加走的字行伊吼，哇，行伊了后，心内迄足大的石头就放落来吼，敢若哇，足轻松安尼。然后佫得到头家的多谢甲学乐吼，迄阵啊细汉囡仔的我吼，哇，足欢喜的。然后我转身吼要行出去时阵，抬头形象很开心吼，敢若亲像做了一件真光荣的代志，但是其实嘛无偌大，无讲偌好的代志是应该做的代志吼。但是我的欢喜，为着家己欢喜，是因为我选择行伫智慧的路，无行伫迄罪恶愚妄的路。所以当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咱一直吼拢咧敲吹，咧想，到底有啥物好的方式、好的方法，伫咱的工作、伫咱的生活当中，会当来做出好的选择甲所做吼。有一个翁仔册的绘本吼，翁仔册咧讲有一个爸爸，伊嘛是咧一直咧敲吹智慧。伊厝里真侪人，有6个囡仔，吼，甲伊太太甲妈妈拢住伫一间厝内吼，所以逐工都真闹得滚滚安尼。阿妈，还没，等一下，这样露馅了吼。伊逐工都闹得滚滚啊吼，足吵的，因为囡仔常常咧吵来吵去。哇，这个爸爸伊就去床仔头内面找迄个智慧的人吼，咧智者，甲问讲，请问拜托，你教我一个方法。互我呢会当好好啊，甲我厝里管得好，互会当有清净、有处事的生活呢。即个有智慧的人啊，就甲报讲，问伊讲，你厝里有鸡还是鹅无？伊讲有啊，阮兜有饲啊，庄骹所在一定有饲只鸡啊鹅啊。伊讲安尼就无毋对啊，你甲鸡甲鹅甲牵入去厝里，做伙生活。这个爸爸吼，想想讲，这是什么代志啊？什么方法安尼？迄当时嘛，感觉真戆影，但是佫真谦卑吼，乖乖听伊的建议，就甲鸡啊鹅啊拿带入厝里咧生活。哇，一声惨啊吼，就是鸡啊咧乱撞乱走，鹅嘛是安尼四过走，连迄鹅的毛吼拢落伫菜汤内面。伊知影挡袂掉，佫去找迄智慧的人吼，甲问讲，拜托，你佫帮我想办法，看有啥物方法会当，互我厝里安详和乐安尼吼。即个有智慧人，若亲像迄图片共款吼，佫问伊讲，你厝里有饲羊仔无？有饲牛无？有饲等，啥物动物无？吼，煞来你敢知伊要建议是啥物？嘿，甲带入去厝里做伙徛起安尼吼。即个爸爸就共款哦，一届甲遮动物拢甲带入厝里，规间厝内乱七八糟吼。迄牛仔
会甲物件安尼乱搭乱用啊，规个厝咧，吼，密密麻麻安尼，很乱。哇，即届吼，这男主人吼，怎啊挡袂牢，走出来厝外口，然后嘛甲这动物拢甲带出来吼。结果咱会当想会到，就是即马厝内安怎一片平静吼。会感觉讲，其实原本的厝本来就是一个真美好的家庭吼。毋知咱看见这故事，咱会感觉这个智慧的人吼，所建议的方法敢好？毋知咱伫敲吹人吼，该请问一寡方法，一寡方式吼，会当来解决咱的工课的时阵，还是咱的生活。你会感觉讲，有时听见别人的建议，你嘛感觉，敢若无讲真妥当，无讲介好吼。所以咱到底要去倒位找找智慧？吼，伫圣经有讲，伫箴言第2章有讲，上主赐智慧，财目甲聪明拢对伊的喙来出。而且特别讲起，上帝为着正直的人，伊会赐出智慧互伊。所以咱伫找方法吼，会当改变的时阵，咱会当找上帝吼，因为上帝会互咱的智慧是上妥当的，而且是上好的吼。咱伫后壁圣经才嘛会当看得到。再说伫出埃及记内面，咱会当看见讲，以色列百姓咧起圣殿的时阵，上帝神充满因，互因有智慧、聪明甲财目，通做逐款的工课的吼。伫列王记内面嘛记载着，上帝赏赐智慧互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嘛是咱看起真感觉真意外，对，我嘛是要安尼向上帝来讨智慧吼。圣经记载，所罗门王上帝互伊的智慧吼极其大吼，迄大个源源不绝的智慧，那亲像海沙安尼无法度算。而且各国的国王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吼，拢派人来要听伊所讲的话。哇！真正安尼就知讲，哇！上帝智慧其实真正是悬过人真多吼，超过人所想象的。第诗篇19篇第7节也写讲，上帝律法、上帝话是完全的，互人会当得到新的快乐，而且伊的命令是可靠的，伊的建议是可靠的，互无智慧的人会当得到智慧。所以透过圣经的记载，咱会通知影讲，智慧其实就对上帝来吼，咱免去试过共拜访共问讲，哇，这有就有资历，就什么就有人生历练的人，咱听看伊的经验是啥物吼？咱会让耐心来敲找上帝吼，但是这嘛毋是绝对讲吼，咱就免问人，只讲伫咧问听大家来经验见证，吼，咱爱耐心来敲找上帝。伫圣经内面，雅各书嘛讲起，对上帝来智慧有一寡的特征吼。头一个就是圣洁，过来是和平、温和、有度量、充满慈爱、慈悲吼。然后敲找上帝智慧的吼，这个人伊会咬结好果子，伊无偏心，无虚假。教会所以遮写着上帝来的智慧吼，会当成做咱生活当中真好的判断的内容吼。当咱咧甲人咧谈话咧讲话，听见人的建议的时阵，咱就当想起雅各书这节的圣经节，都会通互咱知影讲，咱会当去衡量，到底伊安尼建议到底是好还是毋好，敢有甲上帝的建议相称群吼。伫教会6月底时阵，咱为着小朋友、青少年，也阁有兄弟姊妹来做宣教、出外的彩排的祈祷。
这张相片是牧师真介意的其中的一款的相片，会上一张。好，这囡仔哦，逐工在培训的时阵，还佫出外咧宣教的，每一工早起拢做一项代志，就是读圣经啊。因读圣经就是在追求智慧，所以当因咱的囡仔真单纯，真的很乖，然后很朴实，很美好。当阮去到庄脚的所在的时阵，其实有真侪无共款哦，环境的无共款吼。因阮所徛起是4楼，是迄栋教会厝的楼顶吼搭起嚟的。大的所在哦，所以逐工若要摕物件啦，有人袂去炸物件，爱爬几楼。但是哦，我拢毋捌听见因咧埋怨哦，吼。然后呢，伫偏乡庄脚的所在，生活环境一定甲咱的环境无共，吼。特别印象头一届，阮还佫伫到位的时阵，迄天的早起，吼。就是辅导啊，吼干事啊，佫3个大学生哥哥姐姐，还佫咧整理环境吼，擦地板，然后甲迄淡薄仔落擦啊吼，困的房仔翘起来所在，小甲整理好，啊小甲面皮甲砍的时阵吼，因迄阵啊伫一个教室咧等待吼，无冷气，我带因伫遐咧等待咧分享，我看大家其实。真忍耐吼，已经刮擦擦顶，但是因就是真忍耐伫遐等，因为因知吼，因来是要做啥物，吼，而且因佫知有阮的长老，有阮的干事，啊，佫有阮的辅导伫楼顶咧帮阮整理阮所徛起的所在，因知，所以因会当忍耐，因愿意学习忍耐吼，而且伫。庄脚所在大汉的囡仔一定甲咱无共款，有真多的差别，但是因为咱的囡仔愿意逐工起来就是读圣经，家己先读，家己先写重点，然后牧师才补充分享，互因讲因的感动。安尼突然间帮咱因会当先放下家己的习惯，会当愿意搬过顺服。伫遐真侪无共款的代志甲人，然后逐工、逐下晡、逐早起拢活出真水，耶稣真侪热心吼，伫生活中每一项的好作为吼。咱来看后即张相片，即张相片是阮头一工先，阮伫遐宣教的时阵，所有活动拢结束，但是还佫有淡薄时间。牧师就随时吼分组，互因去彼此介绍分享。当我一回头看见即个方向的时阵，我看见咱家己囡仔，伊迄中迄个吼有穿耶稣爱你，较等下看到迄领衫，伊灿烂的笑容，伊欢喜接待。欢喜甲遮边啊囡仔做伙活动，听因讲话，听因介绍因是啥物人，啥物款，因介意啥物，笑容甲整个肢体动作拢是想要参与的吼。即款的开放，就是耶稣生命的开放。咱来看边仔遐的囡仔。你有特别看到一个囡仔，应该是看到就知影真调皮捣蛋，还是真伊调皮捣蛋是为着要吸引人来关心伊啊吼。内面有一个囡仔哦，伊的面拢打出个贴纸诶，毋知咱有看到无？国校啊，中年级以上，大概真罕有甲贴纸吼打甲家规面啊。通常会打家己的身躯面的，大概都是幼儿啊，迄个囡仔吼才会做的代志，但是伊就是打呢吼。真水的一个画面，只有愿意追求上帝、追求智慧的人，才有法度放下家己的习惯，去接纳甲家己无共款的人，做伙欢喜生活，做伙。咱看后一张，这张我感觉嘛是真嘛是感动的一张的画面吼，就是这种三甲团契。三甲
交陪、相甲分享上帝的听，是会当互遮囡仔放下伊家己，用别人的姿态、别人的需要，甲伊做伙。有真侪工课，甲唱诗歌的是听故事、做手作是，拢是需要，我拢请因，你一定要去因所有人边啊吼。咱会当看见就是，有人会晓做，伊就伫边啊静静听候伊，看伊需要的时阵，才出手帮助伊。有人是看到伊已经袂晓用，但是伊就是出手会当甲斗相共。啊，有人是咱看左下角的囡仔吼，伊拍咧涂骹咧做，但是就袂晓就卡掉，拄着问题吼。咱的囡仔是安怎？拍落去共款甲伊的姿势，安尼咧甲伊斗相共。关于追求上帝、追求智慧的人，就是会当画出一步一步上帝美好生命的款式。今日所读圣经在最后一节第9节讲起，智慧会用花冠戴伫咱的头壳顶，将阳光的王冠赐予咱。毋知看见即节圣经节会互你想起生育吼，倒一段落的圣经节。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25节有记载讲，逐个选手拢有接受真严格的训练吼，因为着是要得到会败坏的花冠。毋过咱不过咱要追求的是迄个袂败坏的花冠吼。所以咱的生命活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阵吼，咱就爱亲像，敢若咱咧追求，咱敢若亲像选手咧追求即个赛程的胜利共款。咱活到什么时阵，咱就爱一直追求智慧到什么时阵。而且咱得到智慧即个过程吼，除了是家己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以外，上较重要的嘛是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互咱的子子孙孙，甚至是后一辈的人，甚至是咱甲咱无血缘的后一辈，拢会当伫咱的美好的见证内面，做伙来行这条智慧的路。因为咱行过，咱会知对，这条路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来啊，咱就做伙来追求上帝的智慧。所以，亲爱的爸爸吼，还佫有咱爸爸以外的兄弟姊妹吼，咱的老爸老老，啥物款的信念、体测，也是生命礼物，互咱。愿咱拢会当定定伫心内来想，然后去实践。也为着咱的爸爸来献上感谢甲代祷。另外一方面，经验的作者就是甲智慧拟人化吼。而且用爸仔囝的关系来形容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牧师伫遮嘛要问大家吼，伫咱逐工定定咧读圣经的话语内面，你受到上帝的话教导、教示、提醒，即阵啊有特别倒一句圣经上帝的话，诚做你真大的激励甲教导吗？原咱伫追求逐款的知识甲财万之前吼，咱拢爱先来追求上帝的智慧。特别即个花冠，上帝的花冠是充满稳定甲阻碍。伫原文的圣经内面有特别有形容讲，即个花冠是充满稳定甲阻碍，因为是咱的天父上帝赏赐互咱的，伊要互咱。毋干那只是撇步做法，伊搁要赏赐互咱的，就是稳定甲慈悲。愿咱做伙来追求智慧，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请主上帝，阮为着阮在座每一个爸爸来向你献上感谢。主，阮为着阮在座的爸爸来献上代祷，主你赏赐因有百般的智慧、气力、甲勇气，甲主你来的生命，祝福因
无论伫逐款的压力工作，也是挫折当中，主你拢带牵因的手，进来跑走，跨越每一个困难的事。主，互因我靠你，无失去希望甲信心。主，愿多谢你，愿主你祝福阮在座的爸爸，啊，个我伫遮嘛要特别为着阮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主伫阮当中，虽然我为的爸爸已经伫天顶，伫天堂主你的家。主，当阮少年伊的时，主愿你大大启示阮，互阮定定想起我老爸所对阮的疼甲教导，互阮无因为阮的爸爸去到天顶就失去对主你的望。主，多谢你，愿主你教阮三个弟弟，也愿阮家己听调主你的话，无放散，无弃散，互阮一直伫主你的话语内面得到迄智慧的秘诀，啊，讲某某智慧来开啦。主，阮多谢你，阮的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这时要继续唱圣诗462首来敬拜咱上帝。咱请起你来吟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陪参者，就是接受过成人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寄纳群伊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寄纳着我担当担，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平安，甲咱三甲立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用我的血所洗入的。恁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就照伊的名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现在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名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主，阮谦卑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持续伫你的稳定顶面成长，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小会员会将饼放伫咱的手中。摕着饼，咱也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咱才得着救。
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纪念天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要所流出的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主，阮专心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倒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透过圣餐，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搁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通过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即是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来请上的。会众请起立，那做感谢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赏赐阮教业这清盈，嘛使阮灵魂精英，
会当到圣殿来敬拜你。主阮甘愿将一生的财情、能力奉献伫主你面前，愿你甘纳，成做你圣公的路用。阮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请坐。报告。接下来儿童咱上古锥的吼，最近的小朋友要来献诗，祝咱的爸爸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哈。先报告，还未准备好，先报告哈。来，本主日是咱爸爸节吼。迄个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着父亲节主日，教会中特别安排，等下咱小朋友伫第3场的礼拜中要来献诗，嘛伫咱各场内底吼，要准备礼物送互每一位父亲，愿上帝祝纪念爸爸对家庭的关爱甲付出，并且祝爸爸的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主恩满溢。祈祷的关怀本会会友杨玉弟兄，就是杨志磊、郑明珍、抗力的囝，别甲陈柏翠姐妹伫礼拜8月13下主日的下午2点，伫10楼的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这对的新人。第3团报委员会特别父亲节特别的节目就是父亲节快乐，邀请大家运用现场举牌卡伫10楼的走廊父亲节活动场迄个所在来翕相留念，并且甲咱爸爸是厝的人好朋友留下上好的相片的回忆，对爸爸的感恩。第二，爸爸有我想要讲一个祝福卡。咱就特别设计爸爸节卡片，贴伫咱7楼、10楼、11楼的礼拜堂外口。咱会当摕来写，邀请咱兄弟姊妹到顶来写卡片，表达咱对爸爸的一个祝福，甲感谢爸爸的辛苦的劳苦吼。咱这有一段影片，来看段影片。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在摄影机面前讲话，我其实还蛮紧张的，但是希望可以用这个影片，让你透过荧幕上看到我想跟你说的话。有时候当面说反而很难开口。父亲，您42岁才生我，然后你工作到70岁才退休，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为的是要把我们一家养大。很谢谢你，也让我可以出国念书，回来有好的工作。还能够有4个孩子，真的这一切都要感谢你的养育之恩。虽然你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跟四宝却从你身上看到天父慈祥的样子。相信四宝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你今年要90岁了，身体还是很健康，为的就是要让我们不担心。真的很感谢主，让你有健康的身体。
爸爸，我们希望你能够更认识主，也能够相信天父会爱你，就像爱我们全家一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是不敢生4个小孩的。妈妈和我，还有余恩，还有4宝都在为你祷告哦。我们要祝你父亲节快乐，也要鼓励大家把握机会，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哦！父亲节快乐，爸，父亲节快乐！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聚在一起，虽然有时候你在台东，我在新竹，或你在台东，我在台北，可是呢，每次你回来，我都能感受到你深深的父爱。虽然我们常常话不投机，但是很多时候从的行为，我都感受到你的父爱。包含有时候你回来就会看我房间有点乱啊，还是衣服没有洗啊，你就会忍不住的动手帮我解决掉这些事情。甚至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你就常常给我许多我需要的资源。对。所以在这个特别的节期里面，要特别谢谢爸爸，也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爸，父亲节快乐！我常常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说很多真心话，然后透过这一次来跟你讲一下。很长时候我跟你可能都是在讲什么政治或者是跟狗有关的话题，就是比较少就是聊聊我们可能彼此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记得，就是在有一次的晚上，然后我跟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就是在车子里面，然后就聊了4-5个小时。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这么贴近你，然后我可能也知道说你在过去的那些生活当中有受到一些伤害，或者是我不知道的一些状况。那我也透过了那一次的对话，然后来理解你很多内心的声音。啊，我想透过这一次的父亲节跟你说，虽然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说到真的是非常的长大成人，可能很成熟了，但是我想要成为就是你的依靠，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第1名。爸爸，我爱你。嗨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就是能够借由影片来跟你说话，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交流。在我的印象当中，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不会把爱说出口的人，然后也不会有一些比较 close 的肢体行动。但是在我人生最迷惘的时候，在我寻找人生方向的时候，你给我很大心灵的支持。就不管我做了什么选择，然后要做什么事情，你都无条件的支持我。在我没有收入的那段时间，也是你就是在我需要的一切的物质上面，你都义不容辞的马上就选择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想在这个机会，在父亲节的今天跟你说一声谢谢，也祝你父亲节快乐，耶！但爸，我现在账户又空了，下面这个账户麻烦，或者是上面这个 QR code 也可以扫一下，对，养一下儿子。谢谢爸爸，祝爸爸父亲节快乐，爱你哦。好，我们一起说父亲节快乐。来，这是社教110周年做这个历史文物展哈。伫8月7日，伫109号的玻璃屋里面食物展展出，伊展出的时阵，伫古礼拜堂的器物甲文物，欢迎你参观拍卡分享。主你自由参观，周间会当以小组团结单位，往1楼敬畏照门门卡进入参观。也欢迎这会当拍卡上传到咱的脸书，准备有小礼物要送互大家吼。这嘛有影片，咱来看大影片啦。教会社教110周年纪念。3月，我们用影音的方式展出了10楼礼拜堂充满信仰内涵与历史意义的内部装设。8月，我们则要在109号展出旧礼拜堂所使用的一些器具。双连教会至今已经经历过4次的建堂，因为不断的建堂，教会建筑和社区同步发展。教会也因此得到良好的扩展。然而，也因为不断的建堂，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器物、文物等等的留存就比较有限。这次我们展出的是第3礼拜堂所留下的大约10件的器物，包括讲台、座椅、奉献箱与奉献袋、风琴、服饰纪念盘、水泥块和石块、海报架等等。透过原物重现，
我们纪念前辈努力，也将这样美好的传道教宗继续传承。好，最后一个牛埔庄讲义所的消息吼，伫专题讲座，讲题是莫扎特人生、音乐甲信仰。咱特别这届吼，邀请到魏连岳院长，就是卫理神学院的院长吼，要来讲。迄内容本章就会当讲到莫扎特的音乐生命故事，甲伊信仰的见证。伫生命苦难的中，有缘有喜乐甲愿望，并且伊创造了真侪影响咱后世深远的伟大音乐作品。伊嘛要分享莫扎特生命甲音乐的对当代基督徒的意义、贡献甲启发。期待咱会当听到这场的讲座了后，你会当去真深信讲莫扎特是上帝所差派来伫人间的音乐天才，这种的见解吼。咱日期是8月20。就是这共阮主任吼，伫10楼的礼拜堂，这流程是12点30有准备简餐吼，12点30了后，到1点咱要专题演讲，请各位尽量吼，拢向各团体小组报名，会当甲恁备餐以上报告。其他足侪吼，写伫顶面，大家咱等下家看，才家己来做祈祷。咱小朋友准备好未？好啊哈，来，我们迫不及待哈来，小朋友来。
真古锥的，真好听的诗歌，感谢。咱接续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才有几位吼。第一位是即个黄雅慧专家吼，黄雅慧专家因对美国回来吼。另外第二位是林文玲姊妹，林文玲姊妹。林恩人姐妹，唔在这里伫遮吼，伫遮吼。伊是文忠兄的孙女啦吼。第三位是即个陈红军陈红军专家，专家。到了教会，到了教会，请坐。其他唔知个第一遍来甲咱中间。兄弟姊妹，请这贵宾等下当去甲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今仔是咱教会庆祝父亲节主日，咱特别有赠送已经结婚的男兄弟一项礼物啦所以请已经结婚的兄弟请起立。咱的同工会来协助，到也未摕到诶。咱是办互已经结婚的男兄弟啦，像吴义忠昨结婚，今仔日通摕啊。好，多谢。来，咱最后唱上元511首，何乐上帝至权至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扶持，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恭受差遣。